好饿。活过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找到点吃的，你要不要吃啊？我从来不吃像呕吐物的东西。呕吐物？这不是你自己买的吗？那这个会议暂时先到这里，大家休息一下，一会儿继续。李先生，上次见面，我记得您特别喜欢那家老式的法国牛排，我特意为您请了那家法国餐厅的大厨，一会儿开完会还请您光临寒舍。到时候那位大厨会给您亲自烹饪一份原汁原味的法式大餐。金秘书，40分钟后上菜，确保菜的温度合适。老板，怎么了？新来的助理记错了日期，他定成了明天，所以今天可能来不及了。这点小事儿都给我办不好。马上启用备用方案，务必要让李先生满意。还有那个秘书助理，让他马上去人事部结算工资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老板，他平时表现很好的，而且他是应届毕业生，好不容易才通过了面试。这里是商场，不是菜市场，我只讲成败，不讲人情。站住！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啊？不就是订错了餐吗？重新订过不行吗？要不要这么大惊小怪，动不动就把人家开除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工作很难找的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做错了事情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嘛。这个女孩子恐怕是刚出校门就遇上这么残酷的事情，会对她以后的职场造成很大的阴影的。一个毕了业3年的人，被解雇超过99份的工作，你对此是不是感同身受？我不是被解雇的，我是自己跳槽的。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非常优秀，要么极度平庸。你觉得你是哪种？如果我可以顺利递到那家餐厅，你就把那个要解雇的秘书助理留下来，敢不敢跟我赌？老板，李先生对您的诚意十分满意，今晚订餐的事情还真是多亏了郝小姐。好聪明。金秘书，你都搞不定的事情，他是怎么搞定的？金秘书，现在还剩多长时间？34分钟。我马上给他们的主厨打电话。你认识他们主厨？你来。你跟那个主厨是什么关系啊？听说他的脾气很古怪，这你都能搞得定？我之前给他们的餐厅送过海鲜，每次都是累死累活，好不容易可以满足那个主厨的海鲜的需求，也算是以海鲜会友了。他这个人啊，有一个毛病，不允许别人质疑他的水平，
而且一旦有新鲜的食材，他就会忍不住马上开始做菜。所以呢，我就用挑剔的时刻激将他做菜，肯定水到渠成。这就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看来这个郝聪明并不是一无是处啊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挺不错的。这个是他的那枚陨石戒指，是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是怎么拿到手的？郝小姐似乎特别容易相信人。哎，郝小姐，你的戒指好特别啊！这个啊是流星变成的陨石戒指，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哦。进来。李先生那边的人已经被送回酒店了，你要不早点回去休息？你去帮我检测一下。这就是那枚钻戒。我刚才跟我的戒指对比了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就是。那你要怎么做？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知不知道真相并不重要，就像他当时无意间带走了这枚戒指一样。同时，他有可能无意间也带走了车祸现场其他的东西。只要有证据，我们早晚会找到真相。或许吧。我先检测去，你早点休息。去吧。这么美丽的夜晚，一个人未免有点太寂寞了。是不是应该来点儿香艳的刺激？老板，这是您刚刚找起来的文件，是关于池氏集团和美克拉美的合作意向书。老板的嗜好怎么变得这么奇怪？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那是迟暮。小聪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那什么，我在哪儿都能见到你，说明我们真的是很有缘分。
我一看到你就会特别的安心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说你疯了呗！我没疯，你给你摸摸，你摸摸看，没听到？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搞的？对，快点来接我，我现在真的是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怎么？要走啊？好聪明，你可别忘了那些跟踪你的人。跟踪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变态在一块强。站住！你这是想违约吗？你可想好了，违约造成的后果你承担得起？承担不起，那也比跟你这个双面渣男在一块的好。而且这一次是你违约，就算有什么后果，也应该是你这个渣男来承担。我违约？这个上面的证据我备份了2份，而且发了1份给韩毅。这回就算你有什么花招，我也不会怕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没有一点记忆？石总，这枚钻戒的确跟池氏的祖传的戒指是一模一样的。还给他。该问的都问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放人走了呢？用不用派人跟着？不用。可是万一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去吧。这是季秘书让我交还给你的，谢谢。韩毅，你快点来啊！这荒山野岭的，很危险的。原来你早就跟踪丁贵他的手机了，怪不得你们着急呢。咱们的人已经在下个路口等好了，等他上了他朋友的车，就让他们跟上去。我在。美女，上车吗？我有人接了。谁接你？上车了，快点，走！下去！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不可能啊！他才离开10分钟，能出什么问题？宋永珠，你赶紧给季秘书打电话，让他带人过去。是，马上办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。石总，金秘书他们已经追过去了。他们走哪条路？他们看到一辆可疑的车正往城外开，想必是往城外追了吧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往城内路线看一下。这种时候不能放弃任何线索。糟了，老大，我们好像被盯上了！别叫，加速，快！
干什么呢？这孙子不会犯病了吧？带走啊！走。走。迟墨，这次又玩什么呀？捆绑啊！一天天穿成这样。费尽心思啊，小妞，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说吧，当年这场车祸，你到底看没看见那个公文包？爸，原来关键是那个包。那个公文包是爸爸平时形影不离的，莫非那个包里装了什么秘密，才引起那场车祸？老大，嘴还堵着呢。说，到底看没看见那公文包？嗯？喂，你们几个，快点把它放了。什么？臭小子！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。什么？不怕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走！啊，你怎么了，曲梦？走。醒醒！人呢？不知道，大哥。到手的肥肉不能就这么没了。分头追，走。你没事吧？脚崴了，我看看。真倒霉！如果是韩毅，还能让他背我一下。这个迟大爷嘛，算了，他们还在后面追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哎，我们之间有约
月份30条的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吧？喂，曹宗明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左转，再右转，岔路口，没有岔路口啊。哎，你这个导航不行，要用指南针。哎，这指南针为什么一直在闪啊？哎，这怎么用啊？是不是要放平啊？那我只能放地上了。这怎么还在动啊？这怎么用啊？那边是南。哪边？我读书少，你别逗我。看见没有？那个是北斗七星，那边是北。分辨方向是要看斗柄的，斗柄朝南，天下皆下。现在这里是盛夏。嘿，那个叫什么？玉衡。哎，那个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，你喜欢天文。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你以为我想离你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池墨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？好饿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饿过。现在就是给我一头牛，我都可以整个全部吃掉。喂，池大爷，你又生气啦？这路上都生气多少次了？哎，有的吃的，有的吃了。桃子哎，来，你一个我一个，这不算偷的。那你看，我放了钱在上面的。很甜，吃吧吃吧。韩毅，都缴过费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池氏集团的老板桃子过敏，所以我这个热心肠的路人就把他送过来了。放心，你垫付的医药费他会双倍给你报销的。
迟氏集团老板，你是说屋子里的人是迟墨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迟墨的消息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不枉我半夜匆匆跑过来。我先去打个电话。退下吧。这个人怎么几天不见，越来越神神叨叨？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对这么可爱的水果过敏。迟墨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此生被惩罚不能吃桃子。最近这么多异常，也许我的确应该找个医生好好看看。